能人，伊毋是亲像咱台湾这些电子工厂，咱戴一个帽子、戴一个口罩，穿同款的衫，上底下你拢同款拢袂认。伊若穿家己即个洋装，挂耳环、挂破链，吼啊，伫遐穿高跟鞋来上班，伫工厂内底穿高跟鞋，吼啊，因安尼互相的尊重，你拢看袂出来，即个是到底是啥物人？啥物人？因的文化是安尼，因是用旧创业方法，所以因的公司一直在进步，一直在进步，一直在进步，因为因咧用即个方式，所以咱来避免讲要解决问题，答案敢一条，金牌행员，吼啊，韩国人你来道歉，中国人你来道歉。如果咱的答案就是一条的话，安尼即个代志可能无解。即个代志经过50-20年以后，嘛是搁伫遐，大家都搁伫遐咧争执冲突。好，咱就爱来敲找即个对方的利益，这是第四。爱用创意 search 创意的解决方法。最后爱用即个客观理性评估，好来客观理性的来评估解决办法。Evaluate option objectively and reasonably。你爱去用即个评估下面，评估是毋是有够客观，是毋是有理智。如果咱的即个协调进入到勾心斗角、明来暗去，大家顶安尼讲，大家骹有小动作，安尼你的协调吼是最后拢会失败，而且拢是白费，无采遐侪时间，无采遐侪功夫，无采遐侪精神。咱爱敲找是适当的事实，吼正式的规则规定是啥物？专业的报告是啥物？数据是啥物？照片安怎讲？图片、影片安怎讲？安怎呈现？甚至咱会当来敲找一寡受人尊敬的辅导来介入。伫圣经中间有即个例，吼，就是但以理。但以理伊了解伊要面对的问题，甲迄要面对问题迄个人的利益。等但以理受了去到巴比伦，伫尼布甲尼撒王的下骹，王就紧4个犹太人是上水的、上缘投、上有智慧、上巧的，找着4个人，但以理是其中一个。然后王讲：我要用我上好食的物件，一工互恁1份，吼上好的。我国王食啥，你就对我食啥。我咧甲恁饲3个月，甲恁饲甲愈缘投愈水愈臃肿。我阁找人来教恁，所以遮天文地理、遮知识、巴比伦遮所有一切法律拢教互恁。然后恁就会当来服侍我。吼，国王尼布甲尼撒是安尼想。总是即个太监长雅斯毕拿来找着但以理甲伊3个朋友，就讲：哦，王爱阮安尼食，但是但以理知影讲，王所食过物件拢是拜过，拢是拜过其他的偶像的，所以伊若食这物件，伊就得罪上帝。加在但以理，伊当用伊的即个属灵的话，哦，是的，阮是基督徒，恁拜物件，是的，阮袂当食。吼，妈妈歹势啊！我就已经信耶稣洗礼啊，所以你遮拜物件我拢袂当食。好，如果咱若用即种的语言，但以理若用即种的语言去甲即个太监长雅斯毕拿安尼讲的时阵，刚才伊早就去互赶出去啊，甚至伊嘛会去互除掉人头。但是即个对即个太监长来讲嘛是，恁这几个恁若无爱顺服尼布甲尼撒，除了恁会死，甚至我家己的头嘛会落落来，我的头也要落地，因为恁就是千挑万选的，王交代我即个任务，就是爱甲恁饲甲肥嘟嘟，然后3年以后，你会当来替王来做代志。但是恁拒绝的时阵，我即条头就无去啊。所以但以理伊用客观的、理性的 evaluate 来评估，咱安尼来行。所以伊就甲即个太监长安尼讲：我安尼好啦，咱就用一个方法，我求你，好，我求你，互我水甲菜。阮这4个人就互阮食水、啉水甲食菜，然后试10天，这10天中间过去，如果阮若变较瘦，阮若变较歹，阮若饿死的时阵，安尼就照你的意思。好，如果这10天若是会当，你就互我安尼来做。结果10天过去以后，但以理甲另外3个朋友无变瘦，颠倒搁较水，搁较缘投，比其他的人搁较水的时阵，哇！这个雅斯毕拿看了，为着即欢喜的，这个问题解决了。所以到时间末，这3年，但以理甲伊的3个朋友，就安尼靠安尼来过生活，无得罪上帝，嘛无得罪王，会当应邀上帝，制造双赢的局面。因为会当客观，会当理性。如果伊坚持，袂使阮基督徒袂使食拜物件，袂使阮基督徒袂使压香，袂使阮基督徒袂当安怎，刚才这个问题一直处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最后就是讲，如果咱若袂当达成一致的意见时，咱个不厌其烦，
还反复来练习。就刚才对咱的和平使者对第一，一直到对11，咱能够提出来，搁看，搁复习，到底是第1句、第2句、第3句，这个中间有绕到什么款的步骤，还是有什么代志是咱所忽略，咱爱搁定心，搁坐落来，唔通雄雄安怎，要将这个关系拍歹。哦，平常甲你讲啊，莫搁来烦啊，莫搁来啰嗦啊，安尼这个代志就袂当解决。结论来讲，迄个协调相遇，毋是一个痛苦的拔河，毋是相友。你若相友，就是我将你扭来我这边，无就我互你扭过去。伫即个相友的过程中间，大家拢出力在流汗，到落尾拢手也伸，骹也伸，遐也跋倒，遐也跋倒。但是咱会当来学习的，是做一个做法会当合宜，会当互人双方拢得到赢的即个结果。我记得伫6年前，我还伫台南女营教会伫做传道书的时阵，迄阵就上帝一直透过其他的人来感动我讲啊，你就要来做青年的事工，你就要做青年的牧师，因为迄阵传道书做满，准备要来封牧。要封牧的时阵，就有真侪教会来敲碎讲啊，我就是毋是来当去教会做青年牧师，所以我就伫遐咧思考，总是伫咧思考过程中间，拄好我家己的教会佫出着问题，教会内底佫有问题，所以我伫迄个中间就是咧小拗，到底我是要留落来，还是我要出去做青年牧师？最后我的小会议长，我的小会议长，伊就互我一个建议，讲哦，你爱看上帝，毋免看人。你爱看上帝，毋免看人，你就爱安怎？爱相信上帝。这个代志，是有诶是你会当解决，有诶代志毋是你会当解决，所以你就爱好好啊，来grund地上帝。所以我的小会议长，伊就支持我，伊无将我扭伫另外倒一边，但是呢，互我会当心得到安定。我实在是真感谢我的小会议长，伊今日嘛伫咱中间哦，是迄个嘉义来即个嘉恩教会林维道牧师，是毋是咱邀请你徛起来？咱大家拍拍来，甲你欢迎。伊甲伊牧师娘查某囝后生拢有来咱的中间。伊来时阵，我想着讲，迄个时阵我真正是咧小友，这嘛要约我去，这嘛爱我留落来。但是伫即个痛苦中间，我真正真痛苦。总是最后会当真正是上帝带领。第二，伫即个合作性的协调中间，咱爱彼此来敲吹。双赢的局面，双赢的办法，你的好处会当保存，我的好处嘛会当保存。但是伫遮我搁要讲，咱爱寻求双赢之外，还要三赢，三方拢赢。有时阵政府甲即个企业界，他们在寻求双赢，但是因用的方法无公无义，不公不义，得罪上帝，迄是毋对的代志。所以咱三赢就讲，你赢，我赢。上帝更较赢，所以咱对双赢、对单方面的赢，学习到双方面的赢，搁要学习到三方面，上帝双赢，因根归互上帝，这是咱做基督徒爱了解。第三就是圣经所讲的，个人毋通顾家己的代志，嘛爱顾别人的代志。伫办公室的中间，咱真容易这是我的工作，甲我无关系，撒互你撒转去，迄是你的代志，你家己处理。伫厝内底中间，兄弟姊妹中间，这是哥哥的代志，这妹妹的代志。伫咱的教会敢会安尼？这是你的部的代志，这是我部的代志。你做的代志，这我做的代志。如果咱若是拢有即款的思考想法，伫咱的内底，咱来悔改，咱来检讨。因为这毋是咱家己的教会，这是咱正人，是上帝的教会。咱来为着上帝上大的利益来敲吹。虽然这个是毋是我的代志，但是为着上帝。所以我甘愿安怎继续来帮衬，继续来扶持，继续来关心。毋通讲我敢顾好我家己，我家己有来做礼拜，我家己有来主日礼拜，我家己有来祈祷会。你无来，迄是恁兜的代志，甲我无关系。若是徛伫上帝，上帝敢会安尼想好啦，你有来，你真好。其他人讲你无伫台，你就照你家己爱做去做。上帝爱咱是嘛会当去顾别人的事，但是你要顾别人的事，进前你嘛爱将家己的代志顾好。家己代志顾袂好，你要去顾别人，安尼是颠倒搁较害。问题思考，咱常常甲人咧起冲突，咧伫上帝面头前，若咧祈祷，也是咧控告，甲上帝骂，甲上帝斗。上帝，你看即个人偌歹，伊对我偌歹。咱爱学习祈祷。即礼拜我伫 Facebook 顶头看到一句话，讲咱为虾米咱常常袂当甲咱的朋友来讲起着耶稣，
袂当甲伫咱的朋友面头前来讲起着上帝，因为咱常常无伫上帝的面头前来讲起咱的朋友，咱常常袂伫基督中间来为着咱的朋友来代祷。即句话我感觉咱会当来反省，为虾米咱伫咱的办公室内底，伫咱的同事面前，咱袂当来讲见证、讲福音，因为咱伤少替因来祈祷。等咱为因祈祷以后，才来合适顾念对方的利益。倒一寡物质的纠纷是咱诚侪冲突的来源。一直为着即个代志，你咧烦恼咧处理，但是你真正有将即个问题提出来协调无？提啥出来面谈无？即个亚运会就算今年的亚运会过去啊，几多年以后，即个代志若搁第二摆发生，犹原搁是引起冲突，引起即个紧张。引起什么拒买韩货啊、拒用大陆货啊、什么拒用山寨等等，这种的不理性、不客观的这种行动跟做法，甚至有的人骂甲开口乱骂，3字经4字经，一直骂一直叫，但是这敢有理性、敢有客观，这敢会当解决问题，当咱来思考。第三 ，pause 这个原则，这5项 ，P 就是准备 ，A 就是爱坚固关系。U 就是爱了解对方利益 ，S 就是爱敲找创业方法 ，E 就是爱来评估客观理性的解决问题。咱会当安怎来努力，互咱成做互人和平的人。阮伫咱所面对冲突，特别咱所面对的面到这困境，咱都当有智慧来解决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的主，阮感谢，因为阮知影，阮真正是软弱，阮需要来合适。练习，照圣经的原则，做上帝你所欢喜的决定。就特别，你也调阮诚做世间的盐，世间的根。愿上帝你互阮盐有滋味，互阮的根是会当人看见，互阮有好的行为，有正确的思想，讲出正确的言语，有正确的行为会当来影响阮身躯边的人。特别当阮陷落伫冲突，阮有钱财的纠纷，阮有土地的纠纷，阮有遮的所有财产遮的纠纷的时阵。愿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真正会当谦卑，无受气，会当合适阿比该，合适但以理，用正确智慧的方式来解决处理问题。愿上帝赐福，甲阮三脚伫地。这时阵，我也要用主的祈祷文三脚来祈祷。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信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呢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，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。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为你带阮入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